这波这个电钱的调起，主要是针对着用电的大户来起15%，这嘛是一个袂实负担。像这个中广讲电钱起价了后咧，每一年的成本会增加8亿，若台积电讲一年会增加50亿。另外，半导体封测大厂日月光讲电钱占因营运成本的2.5%，起价了后，也伫会当吸收的范围内，愿意做伙来渡难关。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讲，台湾的电钱毋是调起甲调降的问题，是策略的问题。伊呼吁政府应该务实来检讨能源的结果。工厂一开工就要用电用水，不过经济部宣布电钱要起，工业用电大户起高达15%，超过原本的估算。电价解冻，用电大户中钢表示，初估这个成本每年会增加8亿。电钱是一定会起，大户之一的中钢就讲，去年总用电量大约50亿度，厂内气电共生系统自发电比例大约55%，结果压用后流动电钱起15%，初步估算，逐年大约会增加8亿的成本。半导体封测大厂日月光表示，增加的成本也伫当吸收的范围内，台资高雄厂是增加9000万的成本。另外，台积电、联电、有力积电拢是起电钱的大户，目前拢咧估算会增加偌济成本。营运成本大概的2%点多了，占我们的营收来讲比例不高，还可以吸收了哈。有厂商工作会渡过难关，不过嘛有头家呼吁，爱政府正视能源结构的问题。是把它涨足呢，还是未来还要涨很多次？因为我们现在电的结构架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针对用电大户起电钱，工商团体有人批评这是处罚。虽然电钱确定一定会起，不过政府可能要加用一寡时间，搁和工商界沟通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